要用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请坐。这时要来先奉献，请苏依林、陈秋杏两位执事来施献。请起立，咱们来吟奉献的诗。这是三角来启用，启用文48篇，伫圣诗的后面，启用文48篇，上时也是以赛亚53章。我来启，兄弟来引。咱所听到的，啥人会相信？上主予伊的仆人，亲像新的眼布出来。伊无好形状，无好看头，通吸引咱。伊互人看轻，受人气杀。人黄面毋看伊，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闷。总是咱想讲，伊受责罚，伊为着咱的过失，互枪插。
以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伊受压迫、受苦楚，伊亲像羊羔，互人牵去抬，伊拢无出声，伊受无公道的审判，互人掠去。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受鞭拍，虽然伊无用暴力，人将伊甲歹人带做对，总是上主的旨意，予伊受鞭拍、受苦楚。伊会长岁寿，看着行行顺顺。经过受苦，伊会看见光。我义的仆人，要互真侪人成做义人。所以，我要互因甲有地位的人分得所得到的分业。因为伊放杀性命到死，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阮感谢你，阮今要用学乐的心来调见你，求你互阮通拍开声来学乐。求你神也感动阮，互阮看见你极大的疼痛。你创造天地，设立强冲，因为你的慈爱，佮竞选人类来管理万物。你也呼召忠心的罗卜马介博士，伫台湾这块土地上，也落福音的种子，互阮通成做你的选民。今仔日是阮纪念侪信仰前辈的圣徒之日。阮来到神的宝座前，我要通过你的话，搁一遍阐述生命的源头，甲主耶稣拯救的恩典，也纪念侪信仰的前辈因美好的信仰卡业。即时恳求你差遣圣神保惠师临到今仔日的盛会，通过牧师的喙，开拓你的启示的奥妙，成做阮所有人的帮赞。阮伫你面前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即时要由圣歌队做好消息诗歌的分享甲宣扬。
俄罗主，称赞伊无比的疼。感谢主，真欢喜今仔日会当甲大家兄弟三甲来分享即个CD。即个今仔日即个 CD 呢，是阮圣歌队，咱教会圣歌队呢，伫咧2年前，经历过咱的嘉禾队长，还佫有泰山队长，因的心肝内感动，甲因所的因的想法，伫咧因的计划之下呢，开始来制作这片 CD。即个 CD 呢，今仔日总算讲已经完成，会当来甲大家分享这个成果。这个 CD 呢，伫咧内底呢，伊的内容呢，伊是阮所有的迄个指挥老师，因所心肝内逐人无共款的感动，所特别选的这个诗歌，总共呢有13首的诗歌。因为呢，是安怎会想讲要来制作这个 CD， 就是讲咱想要将这个上帝对咱人的疼，这个大好消息的这个福音，要甲伊传出去外口，互未信者还是无道友会当借着这个 CD 这个内底的诗歌，俄罗上帝的诗歌，会当搁较明白上帝，会当真做是上帝所拣选的，甲咱三甲共款，伫天国是有分的。伫咧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就是因我头仔讲是因为咱的指挥老师因共同，因甲逐人无共款的感动的心，迄个心内所共同特别选的13首的诗歌，这每一首的诗歌呢，拢有无共款的感动，无共款的意义。所以讲是上时呢，嘛是因为伫咧这个过程当中呢，阮每一个圣歌队的队员拢真认真，开真侪时间，用付出真侪心神，一摆搁一摆的训练，一摆搁练习，那才会当有今仔日的这个CD 会当总算已经完成啊！伫咧遮呢，总是咧要望讲，互会当将上美好的声音呢，诚做是芳的祭献互上帝。另外呢，以之外也会当讲甲咱各位会兄会姐大家三甲来分享。那伫咧即个所在呢，是按算讲每一户会当有一片的 CD， 会当摕转去大家来分享大家听。另外呢，嘛希望讲有兄姐会当踊跃的来甲办公室迄边来索取吼。若讲有要转去要赠送，互咱周遭未信主的即个兄弟姊妹，还是讲亲朋好友，甲因分享即个大好消息的即个福音的时阵，会当借着即个 CD， 会当赠送互因会当来因为安尼呢，会当明白主，会当得救。这我相信这就是阮制作这片 CD 上大的目的甲意义。最后呢，我们将一切阳光拢归伫咱的耶和华，咱的上帝。
这是刘廷圭执事要来做见证。我头一摆录音是差不多40当前，迄当阵是伫咧台北县教会的台北市的仁爱路有一个信义传播协会，想袂到经过遐尼济冬，有一天忽然间讲阮县歌队要来录即个 CD， 经过嘉禾队长但是因交代讲袂使学落啥物人尤其袂使学落嘉禾，嘛袂使学落世云，所以因拢无听到，我无学落因就是讲，经过嘉禾队长甲世云老师因主要是因开始发起，因开始有感动，然后因就开始真认真来敬这个歌，然后差不多一冬前后一冬的时间，你知影阮的水准，阮毋是专业的阮来练真辛苦来练这个歌，每一条，重复搁重复，一直练。伫咧这当中，世云老师，互我印象较深的，伊常常提醒阮，你着爱唱入去你的心内面，你着爱用你的生命来唱每一条歌。这是足大的挑战，所以这片 CD 要诚做我一世人的挑战。我讲，譬如讲，我简单讲一句歌词伊讲主的恩典会真大，会当大过咱所有的价值平安主遐尼来平安会当深解咱所有的烦恼。敢有影？敢有影？我要问咱逐个人，敢有影？所以，伫即个当中，毋是讲一开始因提出的时阵，阮开始练的时阵，就逐个人拢同意，嘛有反对的声，甲反对的动作，但是我想讲，我简单点点落去祈祷，敢若拄咱唱的歌词，美好的事，奇妙的事，的确要成就。我毋知影，我完全毋知影上帝的旨意伫倒落，我完全毋知。我只是知影讲，老师真认真教阮唱歌，然后遮个歌拢真感动我。我也真盼望，将即个歌会通诚做搁较侪的人若是透过圣神的力量，通入去到因的心肝内底，通将上帝的听传予搁较侪的人。我毋知影伫即个世代，阁有偌侪人会去听迄个 CD。我嘛毋知影，阮的手内面，敢若5块细块饼，2尾可能无介办无介好的鱼仔，但是阮只愿意甲摕出来。阮望上帝通来用，上帝来用，阮就知影讲美好的事、奇妙的事，伊的确要成就。然后要录音的迄天呢，真正我足喘，我足烦恼，我是足够紧张的人。我着先甲迄天敢若阮拢总共前后真顺利，意外顺利，录差不多4点钟就结束啊。我真正结束的当阵我真正目屎沉落来，因为我连迄天的宵夜甲隔天的早起的清门我拢想好啊。但是，就是安尼讲，结束啊，真正有影录完啊，我真正惊着讲，阮即款的阵容，阮即款的能力，阮有法度伫4点钟内面13条歌拢总甲伊录完，这是一个心愿。当然，老师一定有小可加减，会当修改的所在，先甲阮施压个一下
当然，我想这是有吼。咱的场地真无理想，我第一摆录音的时阵，迄是一个完全隔音、真讲究的一个环境。啊，咱伫遮录音的时阵呢，带咧等，毋通用假恁有人烧嘛，还是讲用一台车足大声的车过，还是安怎？吼，还是讲对远方用扫一个，还是讲安怎？啊，着哇害啊，嘛要录偌久去啊？吼，录音是一个足无遐尔简单、足烦恼的代志。而且即摆的 CD 内面对我来讲，另外一个纪念性就是讲，阮兜有4个人的声拢伫内面。吼，除了咧上细屁的迄批还未去摆。吼，内面呢有2个，阮祖囝甲阮大汉后生呢，因一个要去德国，一个要去南部，所以大学未拄迄工，未通甲阮录。世云老师专工拜托迄个录音师。提早来甲因2个会真简单的检查是敢若一句啥物，伊就无介济的部分先录起来，录完了则甲阮的全体的声来合起来安。所以迄个过程其实是无遐尔容易。但是这样代志前后一冬我只能去讲，我敢若看到上帝的作为。阮望这片，阮无我讲过吼，阮无介专业，吼但是呢，我正经望这只是一个开始，上帝要来翻转吼，要来翻转咱这个教会，要来翻转咱个人，我一个人，上帝要来互咱透过咱真做无同款的人，无同款的教会，做上帝所爱咱去做的事工，我望上帝会通得到上大的荣耀。谢谢。
这时小宋吴执事要为咱来分享伊的见证。各位兄弟平安，我是素儿。录音的时，那干那你一个人，一人保，全家保，好免烦恼。但是录音啊，一群人做录音的时阵，你来做注意，要一起吸气，一起呼气，这会开始，这会停止，爱非常的细腻。啊，搁有诗歌，若有先感动家己，咱唱的歌声都有感情，才较有可能去感动别人。我真爱遐拄仔迄条歌，纪念我。好，伊的歌词有安尼写：咱的求主，互人去杀彼一伊拍落地，对伊的白祈求。你若去，要将这苦杯离开我。你若去，互我变拄着这个事。你看，咱的救主耶稣，嘛会拄着足恶当当的事。当伊拄着恶当当的事，伊拍落地。甲伊的爸讲：“你若去，就将这个苦杯离开我；你若去，就互我毋免拄着这个事。”咱会当将咱的看路，拢交互咱的主耶稣，交互咱的天父，咱的心就会平安。无伫挂路，心平安，因为天地万象，拢有伊的时，无伫挂路，心平安。
这是要请林家豪执事来分享做见证。兄姐们平安。我先问一下，多少人曾经参加过在台上那本手抄圣经的过程？有多少人参加过 ？OK， 好，谢谢大家。这是一趟旅程，对圣歌队来说是一趟旅程，它是一趟信心的旅程。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不足，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能力只会越来越不足，随着年纪的增长。但是我们却希望透过一件事情，能够在我们能力越来越不足的时候，却是可以反映出我们的心意越来越强烈。我们的心意，我们什么心意呢？我们服侍的心意，以及我们希望在我们还能够服侍的时候，将我们的服侍的成果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在圣歌队3年前有这样的意向，希望在我们能力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之下，所以却希望将这个心意分享给更多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希望来做一件事情，能够做到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们大家有这样共通的意向，来录制一片 CD。刚才兄姐们都有听到录制一片 CD 的过程有多么的困难，多么的艰辛。一个人唱好一首歌就已经不容易了，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楚吧？跟你在洗澡的时候唱歌不一样啊。一个人唱好一首歌已经不容易了，更何况要30几个、40几个人唱好一首歌，
是非常难的。更难的是什么呢？不但要唱起来听起来还不错，还要可以录音的时候没有错误。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我们 CD 录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一个那个试播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是世云播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正在播我们的 CD， 那个时候我就问他说：“哎，这谁唱的？怎么这么好听啊？”然后世云说：“哎，这就我们录的 CD 啊。”我说：“那录音师真的花了很多功夫哦。”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这过程很艰辛，但是我们的心意很坚定。就像曾经参加过在手抄圣经本的过程当中的人，应该都知道，很辛苦啊，对不对？抄错一个格子了，你看那要改多少东西，一个字写错了多麻烦。其实那就是点点滴滴当中，你会觉得说啊，圣经外面买一本就好了，干嘛用手抄，对不对 ？CD 诗歌在 YouTube 上那么多，你为什么圣歌队要自己唱？这我们录的不是声音，我们录的是心意。桃园教会圣歌队已经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美好的历史、美好的传统，能够不但的在我们教会内能够服侍，更能够把这个东西带来去跟需要的人分享。我在音乐服侍的过程中，常常有机会到其他的教会去。近一点的像龟山的信义会，或者是龟山长老教会；远一点的到其他偏乡的教会去做服事。当我们带来诗歌的时候，其实都是听过的诗歌，就像我们在台上今天所唱的诗歌，大家都听过。但是大部分的教会都告诉我们说，台湾的教会失去了四部和声唱诗歌的美好传统以及能力。我们说桃园教会是非常蒙福的，因为我们还有一群人站在这样的岗位上，用我们所剩不多的时间跟能力来做这样的服事。我们希望邀请更多还没有参加服事的人一起来加入我们。想想看，唱歌就唱进天堂，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吗？对不对？我不是说其他的服事不好，而是每个服事都有它的目的所在。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片 CD， 刚刚队长有报告。离开的时候，每个家庭拿一片。我知道拿一片一定不够，因为你会发生一个情况，就是你在车上要听，在家里要听，还有很多地方要听。所以我们欢迎，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就多拿几片没有关系，但是要跟办公室登记一下。好，那欢迎大家把这样的 CD 拿去跟他分享。我这边保证一件事情，保证好听。谢谢。多谢宪歌对诗歌的分享希望通过安尼的诗歌，会当引带更较侪人来归向主。这时，咱要来看上帝话听主的教示。第一段的信息，咱要来看经文，记载伫《使徒行传》15章第7节到11节，和本的新约。185页，《使徒行传》15章7节到11节，显着我来读。已经辩论久，彼得就起来对因讲：“各位兄弟啊，恁拢知，早上帝伫恁中间经我，互外邦人对我的喙听起福音的道理来信，佮捌人的心的上帝，甲因做干净，用圣神赏赐因，亲像赏赐咱一样。”无分别因甲咱，是用信清起因的心。当圣书赐上帝，用咱的主甲咱所未背的担，下伫学生的颔棍啊！咱是对主耶稣的恩得救，亲像因一样，这是咱所信。这时要请牧师来分享信息，咱拢是领受恩典的。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通过唱诗歌的祭诗团、圣歌队，因所直接吟的诗歌，互阮得到安慰、讨棒、甲激励。都通过济人的见证，互阮看去上帝你的神在阮教会内底即运行、帮掌管。主上帝这点，阮嘛来领受主上帝你的话语。都恳求你，伫你信心的帮赞下面，
会当互咱来了解你对你的话所要启示互阮的信息，要来成做阮的帮助。愿主你的神运行一切中间帮助阮。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咱的第一段经文所记载的是第1世纪初代教会的领袖会议。初代教会的领袖会议，这个会议因咧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讲要安怎来接纳外邦的基督徒，怎样接纳外邦的基督徒，特别是外邦第一代的基督徒。既然经文讲到外邦人这个字眼，就表示讲这个会议内底议员拢是犹太人。这犹太人真做基督徒了后，因真努力伫传福音，因毋但传福音，家己人犹太人来信主，伊嘛毋望这个福音会当广传到去个外邦达所在，互济人来听到福音来得救。所以，当这犹太人的基督徒听到保罗甲巴拉巴来宣讲外邦人信主的代志了后，因拢非常的欢喜。非常欢喜听到安尼的代志，总是为虾米今仔日这段经文却记载讲，这犹太人的基督徒，因要通过一个会议来讨论讲，看这外邦人因有要受割礼无，然后来决定讲有要接纳因，成做教会的一份子。因既然这欢喜外邦人信主，较要开这个会来决定讲。伊有要受割礼无？用安尼来决定有要接纳因无？我毋知影咱即读这段经文的时阵，敢有感觉真奇怪的一件代志。我毋知你有感觉真奇怪无？可能咱读圣经读到这理所当然啦。恁拢无发现啥物奇怪的代志吗？拢无感觉吗？凭啥物？凭啥物？平平拢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拢是第一代基督徒。犹太人就会使开会来决定讲，别个族群的人该当成做教会一份子。平平拢是第一代哦，恁无感觉真奇怪吗？犹太人是君哪代的犹太教徒，君哪代犹太教徒。总是因甲别个族群的人相共款，拢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无毋对，犹太人世世代代拢相信上帝，总是倚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得救的话，犹太人甲外邦人相共款，拢是第几代？第一代的基督徒。牧师是第5代的基督徒。总是相共款，若是徛伫属灵的层面来看，我嘛当讲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信仰是被遗传的啦，信仰是不会遗传的啦。信仰是要倚靠啥物货？信仰是倚靠上帝的恩典，祖先所传承落来的信仰，若是无倚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我想是无法度来继续。换一句话来讲，传承是传承，总是咱的心内讲真正有信，迄个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咱信耶稣，倚靠的毋是祖先互咱的传承，咱倚靠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阿门。一只牧师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个犹太人的妇人人，伊要带伊3个后生去找老师，因为一古时代并无即个啥物义务教育的制度，所以老师必须爱家己去找。甚至当你找到老师以后，这个老师都无一定要收你的囡仔，因为这个老师会经过考试来决定讲有要收啊无。所以这个妇人人伊真紧张。是安那？因为伊知影伊3个后生头壳拢真歹，头壳真歹，所以当因找到老师了后，老师开始带因考试。大生
大囝先来考试。老师若讲，东边有一只羊仔，来恁念一解。东边有一只羊仔，这无啥物重要，毋免背起来。然后即个大囝听了后，一直想，一直爬头壳，想半步。然后甲老师回答讲：西边有一丛无花果树。这妇人人讲是啊，阮囝该回答这。然后这老师点头，收。这妇人人讲哈，你安尼也收哦？是安那？阮囝回答安尼，你要收？这老师讲，恁囝真有方向感。吼，是安尼哦。即来第二后生来考试。这老师嘛讲一句：东边有一丛无花果树，来你念一解。我讲东边有人讲西边，安尼恁考试袂过。东边对无？第二后生伊嘛一直想，一直爬头壳，想半步，结果伊回答啥？伊都讲东边有一丛无花果树。这妇人人我哇是啊，你较中和老师讲的话，结果这老师都点头讲，我要收。这妇人人想讲，即马是安那？是啊，我第二后生你也要收。这老师讲，因为恁囝记忆真好。只要剩上细汉的，上细汉的小共款倒来讲，东边有一丛无花果树，来我你。叫这细汉后生紧张甲哭出来，倒伫涂骹一直讲，我袂晓啊，我袂晓啊。结果这个老师小共款点头讲，我嘛要收。这妇人人讲，无啊，你这到底是安怎？叫这老师讲啥？这老师讲，恁囝真诚实，都在见效，所以三个囡仔拢甲收。其实我要问的是，这个老师伊兼毋知影这三个囡仔头壳歹吗？这老师敢知？这就是稳定。信仰无够人，信仰无够人，完全是倚靠上帝对咱的听，通过主耶稣基督对咱的接纳，这就是稳定，毋是倚靠咱家己去得到，乃是对耶稣遐白白来得到。今仔日咱在座白白拢是台湾人，白白拢徛伫即个岛屿的生活，白白面对台湾民间。台湾民俗或者传统甲文化，咱徛伫属灵的专注，我嘛白白拢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敢毋是？所以咱面对外口遐新的朋友、无道友，我想咱绝对会当徛伫因的角度，对有更较侪的了解、接纳甲宽容，敢毋是？咱要做的敢毋是应该爱帮助因，这无道友、新朋友。用基督信仰，互因来得到这个传统礼仪的转化甲理解。阿门。接续咱来看第二段经文，上帝要互咱的这个教示，咱请见就对了。第二个信息的经文记载伫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31节，是新约圣经和合本第107页。路加福音16章19节至31节，显着我来读。有一个妇人穿紫色甲幼地布的衣裳，逐日车花宴乐，阁有一个乞食，名列撒罗，遍身躯生疮，人下伊伫妇人的大门口，爱将妇人倒骹所夹落的来毒把，到夜来治伊生疮的位。送遐人死了后，互天使扶伊到阿伯拉罕的行前，妇人也死，煞埋葬。伫阴间痛苦的中间，夜目远远看起阿伯拉罕，
搁列索罗伫伊的行程，就叫讲，我的祖阿伯拉罕啊，可怜我，找列索罗用井头尾温水来凉我的舌，因为我伫即火焰中真凄惨。25节，但是阿伯拉罕讲，囝，着记得你在生享受你的福气，列索罗受着艰苦，但伊伫遮得到安慰，你受凄惨。毋若安尼，伫我甲恁的中间有大深渊隔着，至到袂对遮过去你遐卖话，对遐过来，阮遮也卖话。伊就讲，既然安尼，求主你找列撒罗去阮爸的厝，因为我有5个兄弟，互因对伊做干净，灭得伊也到即个痛苦的所在。阿伯拉罕讲，因有摩西甲遐个先知通听因应讲，我的祖阿伯拉罕啊，袂啦。若有人对死人讲去找伊，因就要反悔。阿伯拉罕甲因讲，因毋若听摩西甲先知，就有人对死人中搁活，因也毋受苦劝。第二段信息是真实的敬孝。牧师大声直接要讲一个笑话。恁的目睭天真大蕊，因为牧师第一届伫台顶讲笑话。有一个台湾人，因为伊住伫美国，所以扫墓的时间，伊必须爱配合美国的即个节期。咱个知影讲，咱台湾人伫祭祖的时，拢会准备三牲，甲啥物货？五果还是四果？三牲、四果啊，五果。咸菜有四果，绝对有三牲。总是对美国人来讲，对美国人来讲，因孝念祖先的方式，较亲像是咧探访相共款，并无啥物款的仪式。更加是一墓前安那放一束花，安尼对无？不过美国人伊看到台湾人去到墓园准备遮个三牲四果的时阵，因真好闲，甲台湾人讲：恁可以走来墓园一只野餐啦，恁就帮我跑来墓园野餐啦。后来经过这个台湾人解说了，伊就知影讲：好，原来这是恁台湾祭拜祖先的一个方式。就安尼，这美国人就问台湾人，直接甲问讲：你穿这个物件，你的祖先会爬起来食吗？真正会爬起来食吗？这台湾人大讲，他看讲，你的祖先若会爬起来劈你的花吼，我的祖先嘛会爬起来食啦。咱对这个笑话会当了解到一件代志：活人甲死人是无法度沟通的。活人甲死人是无法度沟通的。不管是美国人所献的这个花束，还是台湾人所准备的这个三牲四果，死人是无可能搁再有回应。总是这一切的行动，拢只不过是咱孝念祖先的一种方式。就亲像牧师我家己的家族相共款，阮上款嘛会去扫墓啊。阮一定是第4代、第5代的基督徒。总是阮去扫墓嘛相共款，会去到一墓前的所在，我的妈妈、我的阿姨、大姑，遮阮我的祖先讲话啊，讲爸爸，阮来看恁哦。阮这个囝儿孙就讲，阿公，阮有好好读册哦，吼，阮有乖乖。然后祖先讲，我拢过了真好，你毋免烦恼。请问，阮一墓前讲这话，是代表讲，阮这个基督家族是相信有灵魂伫墓内底吗？阮安尼讲话是代表讲，阮向祖先伫祈祷，求祖先的祝福吗？敢是？阮是咧拜祖先，是啊，祖先祈祷吗？毋是嘛，对无？这个行为是啥物行为？一种孝念的行为，一种表现嘛。
咱只下所讲的话，检采是咱的心内嘛有一寡的遗憾啦，有一些的遗憾。是安那？咱人的人生有限，咱的年日也无定着。检采有的时阵，咱对咱亲人的感情还袂赴的表达；有的时阵，咱答应咱亲人的代志，还袂赴的完成。咱想要对咱亲人讲的话，还袂赴的讲的时，咱的亲人就离开咱，咱的心内加减有一个遗憾。头过咱所读的经文，是主耶稣伊所讲的这个故事，内容就是咧讲，咱人活伫世间的时，绝对爱把握机会，珍惜时间来超找智慧。咱来看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经文，故事内底，这个财主伊生前刚是车花宴乐，总是伊死后走去倒位？走去倒位？阴间嘛，一下受苦。另外一位主角列撒罗这位乞食，伊一生前刚是一下受苦，总是伊死后去到倒位？去到伫天顶，甲伊的祖先阿伯拉罕一下享受快乐。伫阴间的财主，伊仰望列撒罗会当用井头仔尾温水来互伊啉，会当减轻伊一阴间的痛苦。总是因的祖先阿伯拉罕讲啥？天堂甲阴间的中间，敢是有一个大深渊隔条的，敢是？所以两边无相通嘛，对无？两边无相通。那安尼，财主伊继续向阿伯拉罕讲。啊无，你互列撒罗去阮老爸的兜，我有5个兄弟，但伊警告，毋通像我相共款安尼过我，也无因的落场就是来到阴间。总是阿伯拉罕因的祖先回答啥物话？伊讲你的兄弟有啥物话？有摩西甲先知对无？因应该爱听因的话。啥物话叫做摩西甲先知？摩西甲先知就是圣经的代名词，旧约圣经的代名词，旧约圣经的代名词，或者摩西甲先知啦。意思是讲，你的兄弟在世时吼，有圣经通看啦。圣经内底自然有生命的智慧甲道路。总是这财务感觉讲，啊，看圣经无够野啦，你绝对爱互因看到国外的新野吼，因才会悔改啦。总是因的祖先阿伯拉罕甲财主讲，因若是含圣经都无爱看，含圣经的话都无要相信的话，就算有死人起来甲因交通，嘛袂改变啥物款的代志。就算有死人起来甲活人交通，拢无法度改变啥物代志。这个财主会当讲是一个真不好的代表。因为伊头过有向伊的祖先阿伯拉罕有讲着，伊讲伊老爸的兜有5个兄弟对无？伊老爸的兜意思讲伊的老爸敢都有活地，要得活地无？总是伊在生的时，伊检采无听因老爸的话，无好好珍惜时间来追求信仰，无照圣经的话语来过活，这当讲是这个财主一生上大的遗憾。总是伊后悔敢会付，后悔敢会付，袂付啊！伊的老爸将伊养饲到遮大汉，伊却无来珍惜在生的时间，来应邀伊的老爸，友好伊的老爸。咱的圣经内底敢有教示咱爱友好咱的士大人？10条戒敢有讲着？有嘛？总是要友好，讲大家把握时间，珍惜时间。敢需要？有需要。咱知影讲，这个世间甲天堂中间有一个大深渊，阴间甲世间嘛有一个大深渊。意思讲，这3个所在敢通相通，无法度相通。不管咱伫世间做啥物代志，拢无法度改变灵界的代志。
没有办法改变灵界的事情，灵界嘛无法度来改变这个世间的代志。所以咱今仔日要尽孝德，要尽孝道，咱真正爱好好啊遵照圣经的教示来过活，互咱家己会当行伫生命的道路。安尼做，就是对咱的时代上大的友好，对咱的时代上大的荣耀。阿门。咱倒来看另外一段的经节。第三段的信息，经文记载伫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和合本的圣经是伫149页。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恁的心无伫白白，恁着信上帝，也着信我。伫我的爸的家有侪侪厝体，若无，就我已经甲恁讲啦。因为我去是甲恁备办所在，若是甲恁备办所在，就要过来接纳恁归伫我，互我所伫地的，恁也伫遐。来世的盼望的道路。内省一只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宣教师，伊是回收这团福音，总是伊一遐传福音一段真久的时间了后，伊要来离开，因为20几冬的时间过去啊，伊嘛只一直传福音，总是伊无看到半个人因为安尼来洗礼信主。所以，伊的心内非常的白白，非常的热志。伊就决定要将这个宣教师的职来甲时时互调，转去家己的国家。当这个宣教师一遐热志，一遐准备要款行李的时，向有一个人来找伊，愿望要请伊去，因为伊的一个朋友叛病甲要死啊。伊的朋友愿望讲。是伊离开这个世界进前，会当见到这个宣教师一面。然后，这个宣教师就去看去伊的朋友倒一门床。这个破病朋友就对宣教师讲：“我未死进前会当看到你，我真感谢。也确实，我真正要感谢你，因为进前我有听到你所传的福音，你所讲的道。”当你为着我的祈祷，我伫迄一天我一定得救啊！因为我有相信你传的主耶稣是救主，我相信伊是生命的主宰，我知影伊是真理、道路、生命。我嘛相信耶稣的人会当去到一天顶，享受永远的快乐。这个宣教师听了后真歹势，伊直讲：无啦。这都我应该做的代志啊！你免爱特别甲我感谢啦，这我的义务我应该做。然后，这个破病甲要死的人继续甲宣教师讲，伊讲：我去到天堂的第一件代志，我绝对要去到耶稣面头前，向伊拍拜而乐，感谢伊的救恩，感谢伊的恩赐。然后，我就要去徛伫天堂的门口等你。啥物时阵上帝调你，我就要伫天堂门口一遐带你迎接，然后带你去到耶稣面头前，咱做伙来敬拜上帝。这宣教师听了就只讲：哦，感谢啦，感谢啦。这个人伊就继续讲，而且我伫天堂的时，我绝对要带你介绍互主耶稣。我要主耶稣讲，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引带我得救的。原底这个宣教师准备要款行李离开啊，总是伊听到这个人安尼的分享，伊的心内得到真大的安慰。各位兄弟姊妹，敢有人伫天堂等要感谢你？敢有人即马伫天堂等要感谢你？敢有人伫天堂是因为你所传的福音？透过咱所读的经文第1节，耶稣甲伊的门徒讲啥物？甲因的学生讲：恁的心毋通白白，
唔通因为安尼来着急不安。无代无志是安那耶稣会甲门徒讲遮个话，因为耶稣一定互伊个门徒知影讲，伊一定决定要来面对苦难、面对死亡，然后来离开即个世间。总是主耶稣安慰个门徒讲，伊离开是要去到一天顶，准备互门徒住个所在。这背后意思是啥物？意思是讲，无毋对，咱伫即个世间，现在可能无法度搁见面，总是一将来会当倒一天顶安怎？倒相见面。就亲像咱往往一世间，往咱过往的亲人，往咱过往的亲人，大家讲，亲爱的某咪人。亲爱的某咪人，你离开阮去啊！你离开阮去啊！总是兄弟姊妹，恁敢知影？一天堂的迄边，圣徒甲主耶稣就徛伫天堂的门口，向咱过往的亲人讲：亲爱的某咪人，你来啦！你来啊！对咱来讲是离开，总是对天堂来讲是啥物货？你回来啊！你来啊！生命是一逝旅程，总是肉体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乃是进入另外一个生命的阶段。信耶稣的人，毋若有肉体的生命，就是咱的灵魂也有永远的活命。那安尼，一只牧师要问：恁敢要接纳主耶稣，成做恁生命的主？有无？总是恁教上要将主耶稣，就是得救的好消息，分享予你的朋友甲亲人，有无？咱一定爱将主耶稣分享予咱的朋友甲咱的亲人，互因知影，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未来咱拢要伫天顶安怎？得相见面。毋知嘛？即马一天顶，敢有人伫等你？毋知即马敢有人一天顶伫等你？检测无人等你，总是牧师要邀请你，正做迄个一天堂等别人的迄位，正做一天堂门口等别人的迄位。阿门。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在座的每一位会当坐一只来向你敬拜阿乐，完全拢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啊，阮享受这个国我的愿望，我有永远我的这个应允。总是阮伫世间相共款会拄着济的着磨以及痛苦。总是主，恳求你的信心帮助阮，会当互阮看起安尼的恩典，会当互阮因为安尼内心充满愿望甲信心。也恳求主上帝，若互阮来去掉安尼的一个愿望，嘛将安尼得救的好消息，会当分享互阮的亲人、阮身躯边的好朋友，通好一未来做一天顶，甲主上帝。你做伙享受永远的快乐。主上帝，愿你的神继续安尼来引带阮这条正诚的道路。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来唱回应诗，圣诗伫新圣诗616首，新圣诗616首，我踮伫主的厅堂。咱起立，吟全首。
即时，咱要请牧师来主持对师的参礼，所以请所有的会友委员徛底。第一个是倒水礼，咱就要阐述生命的源头甲想事。咱用启用的方式，创造的主，阮的天父上帝，当阮恭敬肃穆来到你的面前。所有河川拢有伊的源头。阮也知食果子、拜树头、食米饭、拜田头。天父上帝，独独你是生命的源头。阿们。咱圣父来祈祷，天父上帝。即时要来举行献花礼，是要纪念信仰的前辈，因信仰的香味甲脚热，想事疼痛稳定的上帝啊，阮犹原恭敬肃穆，伫你的面前。亲像这束花所发出的清香味。当阮求你帮助阮，也通发出生命的香味。请牧师献花。咱要三甲圣囝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伫阮忧是罪人的时，为着阮的罪来钉死伫十字架。你用宝流血牺牲性命来救赎人类的痛，深深感动阮的心。阮学习你的款式，将这份奉献、牺牲的痛分享出去，并且流传予阮世代子孙。直到永远，阿免。第三，咱要举行点烛礼，是要象征上主的荣光甲信仰的传承。冇荣光的至圣天父，阮阁恭敬伫你的面前。愿知所有的火焰拢有伊的火种。阮今仔日来思念阮的祖先，因捌为着因的世代来发光发热，亲像蜡烛燃烧家己。宇宙的主宰，你是光的源头。疼的本体，当阮来到你面前，照亮阮的祖先。毋管是阮记得，也是阮无法度记忆的先人，因捌伫你所祝福的日头下，所享受的土地上，无眠无日打拼努力。今仔日，阮为着享受予阮祖先的性命，阮满心感谢。为着你赐予阮家己的生命，阮用诚恳来领受，
为你所赐阮子子孙孙未来的性命，阮充满盼望，也恳求你帮助阮，满有尊敬性命的心，去尊敬别人的祖先，甲别人的子孙，互阮更加敬畏你，疼惜人群。上帝啊，愿生命的火光伫阮的心内永远袂花。也互阮永远会记得，你才是生命的源头。咱要向圣神祈祷，亲爱的圣神，愿你常常充满阮，光照阮，引带阮，搁守住互阮。你圣神来的快乐，通互阮行伫你的光明中。阿免，请咱犹原徛地，咱要静思，咱要静默对思。这时兄弟请坐，咱要请牧师来介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来当共同一只来通过这个圣道主日，来听到信息，听到诗歌的安慰，可当通过这个追思三礼来纪念咱的这个祖先。一只毋知影敢有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也无？咱看者咱四周围的人。好，咱等下请安的时吼，请咱毋通离开咱的座位，好无？互咱向咱四面隔壁的人向伊握手，来讲平安。使徒圣经内底有讲过一句话，叫做圣道的相通，有无？所以各位圣道，咱来继续相通落去，好无？咱这点做来吟圣诗，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咱做伙起立。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我一心的安宁，甲你同用主的行动。亲像
请牧师来祝祷。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甲阮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电乐密导。伫平安礼以前，才简单报告。后礼拜的诗会的人员，请特别来注意。妇女团契是伫4月20要做复活节彩蛋的备办。另外消息报告，本日是圣徒主日，咱伫遮举行特别的追思。下晡12:15伫6楼要举行行政部的部会，请部员出席。12点半。教会发展委员会要开会，请委员出席。1点伫7:00要举行小会，请小会员出席。1点伫7:01要举行第2次的奖学金的审查，请相关的人员出席。另外伫后礼拜起4月份的特州的
中执是长老李文贵长老，啊，执事是刘泰山执事加黄传俊执事。啊，咱也要详细后礼拜要举行生日的庆生会甲定期的中执会。另外有一件较重要的事，就是要107年奉献证明的会友，请到办公室找财务干事薛丽华来领取。另外咱4楼外面还有即个圣歌队由咱录制的 CD， 咱会当来摕一片。若你若要做福音的使用，请你甲登记吼。要赞助整个的费用，请你免客气来投入即个奉献箱，多谢。咱即时要举行平安礼，牧师敢有要报告？好，咱边仔下弟兄们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